黃毓民議員。多謝主席。即係我睇咗張建宗嗰個多項工傷及職業病補償金額可望增加嗰個網誌咧，我就覺得真係非常之憤怒。正如頭先有啲議員講，即係呢一個決議案，我哋又冇辦法唔支持嘅啦，係咪？睇翻呢個局長嘅網誌，我引述：已審批的肺塵埃沉着病、間皮瘤及職業性失聰補償申請個案作估計，每年約有1萬名工傷僱員、職業病患者及身故僱員或人士的家屬可因而受惠。引述完畢。點解呢個係受惠呢？請問局長，呢個係咩嘅恩惠呢？請問啊？正如我哋有位議員嗰日喺度噏嗰啲漁業貸款基金，叫撫恤金，我就指正佢撫恤金，即係死咗嗰啲叫撫恤金，係咪？有啲係叫恩恤金，啊！唔好真係做個議員講嘢都講到一嚿嚿，你而家講嘢就唔係一嚿嚿，係涼薄。點樣受惠啊？請問有邊一個人想領呢啲補償啊？啊？冇人想工傷，冇人想中招，局長用到受惠嚟形容，喂，呢個唔係福利嚟嘅，工傷保障啊！因工受傷嘅工友應得嘅，而且係少添啊！受惠，你做呢個問責局長29萬一個月，最近又加人工，你又真係受惠啦！養你呢班咁嘅食塞米，俾呢啲錢，羊毛出在羊身上，係嘛？經費按僱主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投購嘅僱員補償保險所支付嘅保費而收取嘅徵款，徵款率由1991年嘅1%數度調整至到目前嘅3.1%。截至2013年3月底，管理局尚欠本金大約9300萬元，提高咗補償金額。如果唔係政府俾錢，就係僱主俾錢，係嘛？僱主又會將支付保費轉移喺僱員身上，受咩惠啊？張建宗，請問，我記得我第一次喺個議事堂問你問題，就係有關呢個社會福利署講嗰啲長者，你哋社會福利署點樣皇恩浩蕩，點樣令到佢哋受惠，係嘛？咁又前邊有一大段咁嘅論述，就係話，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啦，係咪？後生嘅時候，係嘛？唔為自己退休打算，係嘛？揈鬼晒啲錢，係嘛？而家臨老咪我哋啊，等你跌落個安全網咪照顧你咯。嗱，呢個係我經過演繹之後嘅原文，唔係咁嘅，個意思就係咁啦。OK， 喂，啲長者。而家睇下我哋香港啲長者，啲貧窮長者幾淒涼，係咪？你俾咗啲咩恩惠佢啊？嚇，受惠，喂，唔該你改過啦，呢啲字眼唔該你啦，好唔好？係好乞人憎，十分討厭。局長網誌裏邊又話，因此我們非常着重職業安全健康的教育和執法工作。在勞工處和職業安全健康局的努力推動下，僱主和僱員的職業安全意識近年已大大提高。引述完畢。請問點樣注重啊？港珠澳大橋死咗幾多個工友啊？啲食肆地盤好多係危機四伏嘅行業，工作環境根本就冇保障，係嘛？好多打工仔冇辦法為咗揾食，係嘛？勞福局喺改善工作環境嘅監管啊，同埋啲相關嘅措施有咩效果啊？成日喺度假大空，進度緩慢，可以話而家補償金額加咗幾嚿水，就用受惠嚟形容，係咪？呢個唔係可恥，係涼薄啊，大佬。
你㗎啲錢啊，佢應份要攞㗎啦，賠得少賠得慢，咩受惠啊？我希望局長一陣間回應我嘅時候，如果你會回應嘅話，你要為你呢個所謂受惠呢兩個字用錯咗要道歉，一日收翻。根據文件附表6(b)，每月最低收入升幅係5.7%，遠低於其他項目。點解唔根據名義最低工資指數累計升幅係10.56% 呢？請問喺附表6(f)(g)(h)(i) 段，殯葬費、供應及裝配異製人體器官或外科器具的費用、維修及更換異製人體器官或外科器官的費用等，一律以8.88% 嘅升幅嚟做標準，呢個根本就係唔合理。外科器具等等通脹嘅升幅根本就唔一樣。如果有某一種器具一年升幅50%，咁呢個加8.88% 有咩用呢？係咪？你一定要根據個市場價格數據嚟做參考。根據統計處最新嘅統計資料顯示，香港有超過20萬人以自僱嘅身份工作，佢哋嘅工傷權益係不獲現行僱員補償條例嘅保障。一旦遇上工傷意外，經濟就會即時陷於困境，係咪？有好多無良僱主為咗推卸僱主應該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嘅法律責任，不惜鑽呢個法律漏洞，又以威逼利誘嘅方式同啲僱員簽訂一啲唔同形式嘅勞工合約，將呢啲受僱就變為自僱，呢個係社會上邊經常出現嘅假自僱嘅情況。呢啲假自僱人士，佢係得唔到應有嘅勞工權益嘅保障。散工亦都係我哋社會上面即係大家都經常都會聽到嘅係一種工種，係咪？呢啲散工往往因為僱主有意或者無意咁樣冇依照勞工法例為佢哋購買勞工保險而失去保障。萬一啲工友遇到工傷事故嘅時候，一來就需要面對龐大嘅開療，即係醫療開支非常之彷徨；二來工友受傷之後，就即時處於一個手停口停嘅一個困境，係咪？佢哋為咗保住個飯碗，又係啞仔吃黃連，有苦自己知。嗱，面對以上呢兩種自僱同埋散工呢咁嘅情況，即使有受傷工友挺身而出追究嗰啲違例嘅僱主，亦都要經過一個冗長嘅法律程序，先至可以追討到賠償。萬一僱主無力為僱員作出賠償，受傷嘅工友又需要向僱主提出清盤破產嘅申請等等，係嘛？即係講個題外話，主席，好似亞視呢單嘢咁樣，你勞福局做咗啲咩嘢咧？俾張傳票人哋，同埋過期傳票，搞到個法官都詐型喺個法庭度，係咪啊？一個咁嘅即係廣播機構拖糧唔係第一次嘅啦，係嘛？牌照費又唔俾，咁佢都唔喂，仲可以繼續喺度丟人現眼。有啲人唔關你事嘅，發牌就關689事，係咪？喂，你冇糧出啊，大佬，唔止一次啊，你係發張傳票就算啦。咩即係主席舉一反三啊？從佢對亞視呢個拖糧事件嗰個處理態度，你就可知道喺呢啲問題上邊係咪？佢嗰個係咩態度咯？啊，所以我冇離題嘅，主席唔好意思，係嘛？因為一見到佢老人家咧，我就有好多聯想嘅，係嘛？到你申請啊清盤破產搞掂啦，咁啊又先至可以喺政府嗰啲咩補償援助基金攞到啲咁多啊嗰啲賠償。喺呢段漫長嘅等待時間，亦都令到好多傷病嘅工友生活無以為繼，係嘛？近年有啲僱主因為一時疏忽啊，或者故意違例啊，不為呢個僱員購買勞工保險而導致僱員喪失咗佢哋應有嘅勞工權益，呢啲事件係屢見不鮮。請問政府，你點去保障呢啲人？係咪？你呢個勞福局愛嚟做咩用咧？請問，政府同啲承建商
應該重新檢討樓宇施工期所需要嘅時間，食肆或者工業嘅工作場所，確保工人有足夠嘅時間同埋安全嘅環境工作，係咪啊？喺工作期間，亦都要俾佢哋有充足嘅休息時間，避免因為工時過長而導致發生意外。咁啊，即係唔係好似你個網誌嗰度喺度咦我講嗰啲嘢咯？係咪？即係你睇到呢啲文咧，即係有時真係。譬如撈尾嗰段啦嚇，我引述嘅咋，我哋張建宗局長，佢話當然這些工傷或職業病補償金沒有人希望得到，因此我們非常着重職業安全健康的教育和執法工作。在勞工處和職業安全健康局的努力推動下，僱主和僱員的職業安全意識近年已大大提高，但大家無時無刻都不能掉以輕心，要好好做好防護措施啊！咁講咩啫喺度？你講嗰啲嘢有具體做而好有成效咩？個答案係相反啊嘛！咁咪即係喺度念念有詞咦哦，係嘛？但係到真正好啦，要搞呢啲賠償嘅時候，你睇下搞幾耐啊？雞碎咁多，係嘛？而家譬如你嗰個巡查做成點啊，局長啊？喺呢啲咁嘅地盤啊，呢啲咁嘅即係高危嘅工作場所，做咗啲咩嘢啊？投放咗幾多資源啊？有啲咩成效啊？咁答我哋啊，係咪？如果有啲地盤喺施工嘅期間違反職業安全條例，係咪應該要立即發呢個停工通知書啊？係咪要即時檢控啊？係嘛？又做咗幾多啊？又有冇數字啊？有咩成效啊？講嘢。喂，你要針對啲承建商㗎，好多係，你明唔明啊？放生佢，揸住啲法律條文喺度兜兜轉轉。主席，呢一個決議案當然喺呢度唔會有咩爭議，係咪？好多議員都講咗啦，唉，好過冇啦，係嘛？咁你梗係要支持啦。咁但係我支持還支持啊！我都要借呢個機會，呢10零分鐘時間，係嘛？即係去好嚴肅咁指出，你勞福局啊，喺呢一個問題上邊，你係失責啦，係咪？所以我頭先好清楚，我唔係要同你咬文嚼字，局長。受惠2個字，你真係要收返。受咩惠咧？請問啊？你識唔識解呢2個中文字先？唔識就叫我哋大會主席教你，係嘛？點樣係受惠咧？受邊個恩惠咧？點解要受呢啲恩惠咧？呢個賠償佢應得噶嘛？啱唔啱啊？你問下黃國興啦，佢咁大聲，受咩惠啊？所以我希望你收翻受惠嗰2個字 ，OK？ 好重要嘅呢個係，多謝主席。